送出去。好，就是芭比拄则有帮我打了吼。这个名我嘛台语安怎来？查车汉字，应该是韩风嘛，韩风张来韩才对吼。韩风就是这个。韩 HAM 吼，张内贤吼，伊即个内贤这两字是呐喊，呐喊无喙嘛，所以就出内贤吼。所以即个新仔即个导演吼，伊是导演出身的，然后伊是较早捌拍电影，颠倒伊的电影其实我无介清楚，但是我相信伊的电影绝对是真有内容的，绝对是有内容吼，因为伊即个人本身就真有内容，伊迄个。学识吼，也学问真饱吼。伊比我较少年，但是学问真饱吼。伊看得出来，伊读的字比我搁较侪啦。所以伊其实吼，伊家己嘛知影，伊伫心内是足孤单的一个人吼，因为思考含其他身躯边所有人其实拢无共吼。根本就比因搁早咧头前几十年吼。几十年几百年就可能有吼，所以根本伊咧身躯边的人吼，对伊来讲是无话讲的，所以伊伫心内其实足孤单所以伊翕的迄个 YouTube 的影片吼，伊毋是伫咧因咧墙仔内家己翕影片啊，伊是翕迄影片，刻伫咧墙仔外，刻伫咧 YouTube 吼，所以伊就想讲，反正我的观众听众拢伫咧海外，拢伫咧即个墙仔外吼，所以伊就较毋惊讲阿强来甲掠啦吼。搁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毋是讲伊毋惊阿强啊，是认为讲阿强根本无影响掠即种细卡的就对啦最近伊的影片拍差不多，毋是影片，伊的影片做差不多1年外，所以拢总应该有超过50几集啦吼，可能60集就有吼。敢若74集，安尼讲做70几集的影片吼。内底当然毋是逐个拢有兴趣看哈，主要是内底有提起着台湾的部分，你会当去看觅吼。你会当看一下讲，你含伊比较起来，到底你比一个伫咧墙仔内的一个新仔人，你对民主的理解是什么程度？你对自由的理解是什么程度？吼，自由甲民主是两种无共的概念哦。其实这两项是无共概念的，台湾人定来甲挂做伙，这是有问题吼。譬如讲，你若问我就甲你讲，其实我较介意自由，我对民主其实无好感。安尼理解无？我对民主无好感，但是我较介意自由。我对迄寡阿里不达迄寡读较来对赛的人，我都去转票决定我的未来，决定我的即个前途，我其实是真反感的吼。所以我对民主其实是无好感的吼。安尼理解无？台湾人其实即种概念无讲介多啦吼。我即马分开说，你会当去看伊影片，尤其是讲去台湾的部分，你着含伊对照一下，你含伊比起来，你了解到什么程度？你知影到什么程度？你有较属意无吼？当然咱含伊比，其实迄个基础是吼，迄是差足多吼。伊是伫墙仔内，伊伫墙仔内大汉的吼。咱无共吼，所以迄个比较的基础就已经差一开足大开啊。你若今仔发现讲，伊所了解和我差不多，我或者是我所了解和伊差不多尔。其实你家己都爱反省啊！伊有法度学到遮尔多，读到遮尔多，知影遮尔多，凭啥物你做袂到？你无法度，我讲你凭啥物你做袂到超过伊啦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伊足尊敬的原因吼。当然毋是讲我比较输啦吼，有诶所在是我比较熟悉，比如讲对台湾的理解，我当然是比较知影吼。但是当然我讲拄则较属于较毋捌的，就是讲我讲伊字读足侪，有物件我真正是还没学的，我无介清楚的吼。OK， 所以伊的影片绝对值得推荐啦吼。伊7月找伊了后，敢若7月找伊刚去用掠去吼。伊的影片内底当然无可能是含即个台湾独立意识是有矛盾的吼。因若
今仔日所讲的内底讲台湾都一直有矛盾，其实我都袂去推荐伊啊。我今日推荐伊，当然就是因为伊的想法，我会当理解，我会当聊，我会当接受吼。OK， 所以伊内底，我就拄则要讲啥，我要讲，伊敢讲即寡物件，敢写，甚至伫咧即个回文，伫咧即 YouTube 的即个。回复人的问题时，伊敢讲，新加和台湾是两个国家吼，其实伊足清楚的啦，伊知影即吼早晚去互掠去啦。所以我认为讲，伊毋是毋知影，伊毋是认为我知影足侪人评论讲啊，你家己找的啦吼，但家己找得来啦吼。但是呢，我感觉。伊家己找得来，伊毋是讲家己找得来，伊是心内有所准备找得来吼。这是诚大一个勇气啦吼。我讲啊去用掠去，就是你讲啊，你毋知影讲你会去用掠，所以你无迄个勇气啊。你是今仔日拄着，但是拄着你可能则毋知要安怎。但是我是伊被掠去了后，我才发现讲。伊是有所准备，伊心内是有所准备，等一天，对一天就一定会去用掠去。即早真正是勇敢，就哪敢若讲，我知影我对一天我会去用掠去清杀，但是呢，我也是勇敢做我认为应该要做吼。伊毋是为着要逃避讲我要去用逃避去用掠去清杀即项代志，伊就改变我家己的做法。你去看影片就知啦吼。伊虽然讲哇，但是足公开的吼。好 ，OK， 你有机会再去看伊影片，啊若有机会再帮我退宣传一下影片，伫咧不管你是啥物口做啦吼，你拢会使去宣，尤其是你啊提起讲，推荐大家去看伊内底所讲起的关系到台湾的部分，你去看看，你家己再决定你是毋是要推荐哈。OK， 好到遮吼，我。特别用这个时间去替宣传者，已经9:20分啊！但是我认为我是爱讲吼，尤其是7月1号，我看伊的影片看超一年啦吼，所以伊被掠去这对我来讲，原来是有冲击的吼。虽然伊定来讲啊，我细卡的根本阿强啊，根本就袂来动我吼。但是目睭紧紧看一个人安尼掠去，其实心内原来是冲击足大的吼。所以，请大家斗相共这项代志吼，我真安尼甲各位拜托斗相共讲宣传什么吼，请帮伊宣传吼。我感觉讲这是对伊来讲上好的对伊的资源啦吼，对伊的声援就是你替伊宣传伊伫外面所做，伫厂仔外所做的即寡 YouTube 的影片。我知影讲嘛是阿强啊无法度指挥讲直接去甲伊的影片。甲封起来，对无？因无，但是绝对有法度动用网军去设法讲去检举啥，有诶，互迄寡影片拢落架吼。但是我听讲啦，我无迄个技术吼，我听讲有人去已经退出 backup 啊吼，所以嘛免烦恼讲会无去哈。但是若无去要看，你就较费气吼，所以你就即马去看。我讲伊拍70几支影片，关系到台湾，你其实无讲介济啦吼。你早起家己去找相关，或者是你有兴趣看，因为本身伊的本身的即个专业是电影嘛，所以伊内底讲电影的部分嘛，其实讲足济吼。你若有兴趣看电影的部分，你嘛会使去看吼。OK， Marina， 哇！走去啊！我想讲，我拄则听个，我讲伊敢有听着。OK， 就是拄则讲的吼，宣传伊的影片，伊的 YouTube 的影片，就是对伊上大声援吼。这是我后来才发现讲，对啊，我心内冲击足大，我想要斗相共，我要安怎斗相共？我忽然间讲，伊留一条路，互我退来。该斗相共来甲赞声，就是我替伊去宣传伊的 YouTube 影片嘛，所以我会当做到，我就做吼。OK， 另外是一项代志，我心内其实原来感触足大吼，就是我伫咧 Thread 看台北市吼，佮听讲毋是台北市尔吼，各县市各哪样的各县市
拢咧扑树啊吼，拢咧想办法锯树啊，对腰规个锯掉，或者是头壳规个拢洗掉安尼吼。迄其实就是意思要互树啊死啦，尤其是对腰扑掉迄种的吼。对腰规斩掉即种的，就是要互树啊死吼。我感触足深的，就是讲，其实大家拢一直毋知影讲为虾米台北市做即种代志。或者是哪样的各县市咧做即种代志吼，当然毋是逐项树啊拢对即个腰只规个斩掉啦吼，但是足侪吼，你看会着相片，足侪是安尼吼，有诶足看足明显的老树规帮的啊，甲你规个规帮哦，规帮你看会出规帮，所以迄个对，伊是无甲对头啦吼，差不多对即个胸腔遮斩掉的时阵，你看会出规帮嘛吼，为什么要做即代志？哦，我先安尼讲啦吼，台北市政府公园管理处的款吼，因直接发公告讲，即嘛若散布谣言讲，阮扑树啊是为着要替即个无人机，就是对换即个无人机开路吼，我绝对要提告就对啦吼。台北市公园管理处家己安尼发公告讲的吼，今仔日我替伊来宣传即个公告，就是伊讲你若讲推论讲这是要替对方的无人机来开路，我就要甲恁告就对啦。你煽动社会的即个惊吓吼，你制作整个社会惊吓，所以我要来甲恁告啦吼。啊，因来做即代志，因甲规个树啊。对即个腰还是胸腔规个斩掉，制作个社会惊吓，互人民毋知影讲到底恁即个政策是变啥歹的时阵，即个惊吓其实吼，嘛会当做一个告做伙啊！我毋知影讲要告啥啦吼，反正就是讲，即个惊吓是对因做起的。今仔日伊要来告大家，讲你吹论讲，这就是要因即个无将来若发生战争的时候，要互无人机通方便攻击。啊！因提出因这理论讲啊，阮来剁树啊，阮扑树啊，阮来锯树啊，是因为啥物？啥物虫害？啥物虫害？啥物虫害？有啊？是因为啥物原因？因为啥物安全原因？因为你去看伊迄个公告内底，伊所提出的原因，有对一条比无人机搁较合理啦，搁较会当说服人。你去看卖啊吼！我莫讲合理啦，合理是我家己想的啦。应该是讲，你感觉对一个较说服你，你家己去看卖啊。今仔日本来应该读书吼，其实我心内足激动，因为我认为讲吼，今仔日先若要拍台湾即种骹步愈来愈暗吼。其实当时的发生已经毋是意料之外啊啦。各位要心理准备哈！我即句话可能佮变成咧制造整个社会的即个惊吓吼，但是即个惊吓毋是我制造出来，是阿强啊一步一步直直咧逼，你感觉袂出？较早因伫咧西海岸，即马甲你呛讲东海岸嘛伊的。各方面拢你收束嘛，你7月1号发。迄个发条出来，收束到什么程度？你感觉伊是愈来愈放愈灵吗？愈放愈灵是为着要作战的，即个头前的准备的即个工作吗？还是愈速愈安才是？你来家己推论者是会发生战争的几率较大，还是袂发生战争的几率愈来愈大？其实用前去吹论讲，这是替无人机你开路。我甲你讲，比因讲的迄所有理由听起来拢嘛佫较合理啊！啊，无你无代无志，你哪样的所谓即个？当然我毋是讲哦，阿强啊直接下令讲一张纸、一张单头直接写讲，麻烦你甲所有树啊扑掉，因为我将来无人机。因绝对有其他各种奇怪的啥物要求，奇怪的其他的。即种交通的方式、说服的方式嘛，就是讲恁拜托恁政策小配合一下，或者是因为啥物原因，咱不管嘛吼。
但你做这奇怪的代志，你家己去想看觅啊？为什么树啊一丛一丛对腰甲你剁掉？好啦，我讲到这啦，咱来读书啊！我看一下时间，至少要读半点钟吼。好，35页。各位今天较点点吼，我拄则讲的拢，你莫出声，因为随时会去用过哈。顶回下35页读到倒位哈？讲起人生，逐早起去读小学，有时无菜通带，就带一支青蒜头去问导游吼。算来还是好滋味，毋敢甲老母讨钱，因为知伊倒也是无钱。OK 啊，咱搁继续看，因为我袂记得顶个读到倒，咱继续看哈。有一日，老母一角银互伊，甲伊讲，即角银是我昨日做工趁的，你着欠欠啊用哦。真先讲好，无拍算迄角银下伫回插落。回插落刷家老，真先甲老母讲，后一页36页，讲啥呢？我拍毋见去啦呢。老母真毋甘，甲伊讲，迄个银角是我一日流汗的工钱，你若去换10个冬瓜，嘛袂无去。挺好有哪用？因为日本的银，这是啥物？银价啊，银价啊，银价是日语啦吼，伊写汉字出来吼，银价。因为日本话的银价银货吼，银货吼。因为日本话的银价，台湾话叫做银价吼。同货同货叫做罗价吼，日语叫做罗价吼。所以拄则我看有诶书看无吼。台湾话叫做冬瓜吼，拄则冬瓜我看无吼。后来咱顶回读较即段还未读啦吼，咱搁对即段来开始看起吼。一日来，无拍算迄角银哦，下伫回插落刷家老，啥物叫做回插落？回插落啦，写落吼。回插就是应该是火柴吧哈。大理大书店是收黑茶哈，喝茶黑茶哈。所以我若用回插来早敢有嘿茶黑插。有迄插嘛有收啦吼，果色有两种吼，意思有两个。第一个迄插是油漆迄个插吼，迄插，所以是用来烘干的即个油插吼，叫做迄插吼。另外第二个意思是，就是火柴 match 吼，
啊，即个擦伊是用迄个擦枪走火迄个擦吼，抹擦迄个擦吼，黑擦吼。啊，鬼色就是火柴嘛吼，英语叫做 match。OK， 所以是因为汉字毋是迄个火柴的柴吼，是迄个抹擦的擦吼。歹势吼，因为我还未食早顿，我小食一粒。我食，我摕些水吼。清华教授确实是讲即个火塔落是 matchbox， 啊，当然我无确定迄个时阵伊敢用一盒一盒底咧，因为阮细汉的时阵是有两种，一种是用盒仔底咧，啊，一种是一块纸皮，甲迄个啥。有磷即个成分，敢若嘛120滴吧。啊，迄个，因为我细汉时阮爸咧食薰，就是用迄阵赖大可能佫真少，啊，拢用迄种番仔火，拢讲番仔火，阮是讲番仔火，啊两种，一种是一盒一盒，啊一种是，可比讲玻璃路西餐厅，还是啥物餐厅会出迄种。迄要安怎讲？就反正一个纸皮甲迄个包起来，迄嘛无算包，就是对凹就甲迄个番仔火甲伊包起来。啊，迄个番仔火毋是用茶做，伊是用纸，所以你刻的时阵，甲一支的番仔火用纸，然后甲拆落，用拆。那阿嬷是用茶做的，啊，迄纸是用纸做的迄个番仔火啊。拆落来了，刻迄个火嘛，因为摩擦，伊就导火。啊，分点倒了，一般差不多速度紧，可能会使点咧2-3支分。啊，若开骹破手的，可能迄轨啊，差不多2-3公分长的迄支番仔火，纸做的番仔火，甲粉点的可能就差不多啊。啊，所以伊即马遮用迄个火擦落。清华教授讲是 matchbox， 我就无确定，敢真正是一个 box， 我毋知影。以上。好，感谢马文吼，迄个感谢你替我争取一下时间，互我食一下卵。火柴落吼，落咱来查一下落吼。像嘛真罕咧有即种物件通好看吧？可能前一阵啊。你是讲你拄则讲的迄种番仔盒？嘿，番仔火啊！前几个日我敢若伫啥物所来看着讲有台湾敢已经无人做啊，是佫剩足少，剩一间做足少量的，也是爱去东南亚卖去啦。反正阮虽然是足多的，啊，即马前几个日我敢伫啥物所在，伫水啊，伫面册有看着有人去收集，就是敢若因老爸也是因阿公，我袂记起啦，就是足久以早，捌有人咧收集即种物件。我所知所看，最近我目前有印象中是一个啦，较最近的。啊，当然即个最近可能嘛反势，过了几次啦，我袂记起。我拄则专工，我走去灶骹去摕我即马，因为我迄个雅思吼，有时啊点袂到吼，所以点好点歹点，所以我就买一粒盒车，需要先用。我主要做要看这是对做，made in India， 这印度做的吼。番仔货盒啊，嘿，啊，你拄则讲，迄当然我知影吼，迄一般伫倒位啊？迄伫美国遮吼，买薰伊佫会教，佫会教一个迄种番仔货，你拄则讲的迄种。真诶哦！嘿，佫会教，这但是我我改一阵啊，我改几啊年啊，所以我足久无去买啊，我毋知。我知影因较早会教一岁啊，这。以早就是食薰去食薰的人，去买薰的人，就会教一个迄个，迄内底敢若是我会记到10支啊，几支，啊，就用纸念的啊，念咧顶悬啊，是啊。
所以马文你无食薰的，100分20支啊，所以伊绝对爱20支啊。哦，嘿，我袂记起来，你20支， 20支，啊，迄个花那飞机是毋是20支？我袂记。原来去啊20支啊，啊20支无你剩的都啊无法度通食啊，但是有一个问题，你若点迄支无倒点倒去，点倒了无粉饮无起来吼，你后手就一支粉，你就食袂着安尼吼。OK。爱共照啊，无就是伊尾啊2支剩一支番仔火的时阵，伊啊一困头甲伊2支输掉。OK。啊，伊讲伊即只伫迄文本遮是写讲，黑漆绿吼，伊是绿是第4条吼，黑漆绿。话要变调，我不要变的。头前迄个漆啊，黑漆绿吼，黑漆绿啦吼。你若一定是黑漆绿。嘿，黑漆绿。漆爱变第8条嘛，所以黑漆绿。OK， 黑漆啊，或者是 match 吼，番仔好吼，有。拄则你讲的即2种形式啦吼，一种就是用一个 K 啊，一个阿爸对起来即种吼，啊，另外一种就是你拄则讲的迄种，那我所知影是安尼啦吼，有其他我毋知。啊，即种我会知即2种，啊，伊即个构思法应该就是看迄个物件安怎互火出来，就是摩擦嘛，所以甲火擦出来就还好做火擦啊，你啊。嘿，但是伊用即个绿字，我说。已经超出咱拄则讲的这2种吼，对啊，伊就是伊即个绿是毋是敢若袂输用这物件缀起来迄个绿？绿你若去大理大书店查即个绿字吼，我自细汉嘛是安尼讲吼，就是用纸或者是布做刀啊，叫做绿吼，纸绿啊，纸绿啊就是即个绿吼。对啊，袂是纸绿啊呢啊。塑胶绿啊，吼，阮拢会安尼讲，纸绿啊、塑胶绿啊，就是用纸或者是塑胶做的即个刀啊。叫做绿，所以 bag 就是绿，一个 bag 就是绿，一个 BH 啊，绿，对无？手绿啊，绿啊，你啊，就叫做绿，嘿。啊，另外是我看第2道第2个意思讲用敢若茶啊的物件去拢起来，叫做绿，手绿或者是绿手，头壳绿纸绿，啥物意思？就是绿会使做动词，啊，会当做名词吼。头壳绿纸绿，就是用纸袋套上去，叫做头壳绿纸绿。啊，拄则讲手绿，或者是绿手。手绿手应该是讲用手绿是毋是手套啊？吼，去。是啊，伊日本人即本字书咧，伊就讲用手绿手。嘿。伊就后壁因日语的例句，我毋知影伊个手袋日语安怎读啦吼，手袋哦，天尼哈美鲁，就用手绿手。手绿就是名词，啊绿手就是动词啦吼。绿手就是甲手绿起来呢，包起来是安怎毋知影。对，嘿。啊，就是手绿手就是戴手套啊，就安尼尔。对啊，就是戴手套啊，中文就讲戴手套啊，啊，台语就是。阮主要拢讲手绿啊啦，我嘛毋知为啥一定有一个啊，我自细到大毋捌读手绿哦，敢拢无咧讲，手绿讲过讲。台语的名词加一个啊字，就是讲听起来较古水，听毋是嘛不一定古水啦，听起来较。毋是，伫遮毋是即个概念，伫遮应该是绿加啊改名词，绿是动词嘛，加一个啊变名词。对，绿啊变名词嘛，嘿，起面啊，就是面物件嘛，对无？嘿，啊，面是动词，加一个啊就变名词嘛，是嘛，看你面啥物物件，你若露喙齿就做起面啊嘛，啊，你露涂骹可能啥物土面啊、布面啊、啥物面啊不管，啊，面啊可能较细支、较大支的是绿啊嘛，露涂骹或者绿啊嘛，对无？所以伫即个绿。后壁加啊是改名词化，绿是动词嘛。啊，当然绿即字原仔嘛会使做名词，就是拄则讲的迄个茶啊是啥物货嘛。啊，只是若手绿啊就是绿啊咧底手安尼啊。就是手套啊，就是手笼啊。其实阮讲手笼啦，我毋捌听过手绿啊，我顶多是自细汉拢听手笼吼。就是即种讲法。
啊，但是拢会当理解啦吼，秋乐啊，秋龙，龙 LONG，就是嘿，秋龙嘛有收啦吼，秋龙、秋乐啊，拢是手套吼。是啊，你讲迄个啥，寒天时啊，要保暖，要有较烧的，叫做秋龙，啊是要做些叫做秋龙啊。有一段时间有迄什物手扒机，就是互你一个塑胶的手乐啊。对。通好啥大开杀戒，甲迄只龟，什物疼食落腹，袂腹甲规个手嘛。啊，所以我无确定即两种都叫做手龙，啊，都叫做手乐啊。OK。敢会是要食物件，食单料，迄个手乐啊。手龙就是伊个胶，迄个啥胶囊迄个囊啊，皮囊迄个囊吼，皮龙、加龙，啊，所以就是拢是手套的意思啦。你若翻做华语，拢是手套啦啊。啊，当然伊讲啊，迄种塑胶手套，咁叫做手套嘛，叫做手套嘛，伊就是甲你的手甲你拢起来吼，或者是甲手甲落起来吼。即个龙字，伊共款就是龙，吼，啊，然后甲迄个落甲的迄个啥，伊字义是共款的，就是手地蛤蟆路。嘿，对。所以落的时阵是讲用手落手。对。啊，共款手地体年蛤蟆路，即个手地啊，伊就敢若手地蛤蟆路，另外迄个手落是加一个体，就是手嘛。然后是讲龙手龙。毋过伊个龙会变第一条，然后手龙迄个龙煞变第五条。我唔知影。好 ，OK。好，差不多。就是咱转来小说节集是写讲叫做回插录吼，所以因这较早是毋是即个翻啊好是一支用一个刀啊对起来，这我就毋知啦吼。但是咱看会出来，就是伊讲的和咱即马所理解的伊个翻啊好的保存方法无共啦吼，是一个录啦吼。OK， 啊，结果呢，老母互伊的这一角云呢，伊甲刻伫咧回插录内底吼，回插录内底，结果煞无去吼。伊讲无拍算迄角银下伫回插录。刷加捞就是遗失啊吼，来看一下加捞。用第八条加捞KALAUH 第八条吼。拍加捞。嘿，拍加捞吼。加捞加拍，敢若嘛有人讲加拍加捞。毋知拍加辣吼，拍加辣敢有来查者？无，加辣是，加辣是，伊规则叫做滑车，就是大概看滑车嘛是看无。小王子内底迄个啊，要冲水迄个呢。加辣就是露炉啦，露炉是啥物啊？迄只？露炉啊，骨车，伊讲做骨车，露炉。露炉是啥？咱自细汉学诶，露炉是毋是迄个啊？滑轮啊？毋是滑轮，你到底要安怎讲啊？对，骨轮。我即嘛较袂记迄华语安怎讲，小等下吼。其实台语安怎讲我嘛袂晓啦，今仔学着啦吼。露炉。台语版的小王子内底就一个情景，就是因去沙漠找水的时阵，看到一口井嘛，迄口井顶悬就一个会使抢水，啊挂一个骨链伫遐。啊，对。骨链就是啊。所以直接叫骨链就对啦，吼，滑轮吼。伊有一个骨链的讲法啦。OK， 所以就是露炉就是加辣，加辣就是滑轮吼。而且我讲咩啊？加辣露炉
除了即种露露，阁有别种露露哦。加辣，咖酪，出生教育部是叫加巴哟，我关心咖喱就是应加该巴，伊讲嘛有讲吊乌，钓啥物？好 ，OK。我查无即个加辣啊，有啥物其他意义？就是滑轮啊，但是滑轮除了即个正顶头迄个骨链以外，除了正顶头迄个用手里架迄种滑轮以外，是毋是还有其他的滑轮吼？因为你若譬如讲啊，好啦 ，Google 去查滑轮就知啊吼。Google 去查滑轮哦，看图哦，即种嘛叫滑轮啊，即种是毋是叫做加辣？我都毋知啦吼。除了正顶头迄叫做加辣，这是毋是当叫做加辣？我都无解清楚，但是。应该嘛是啦吼，共款的原理嘛。好，对回插落讲那个加辣吼，因为拄则是加落去吼，刷加落就是拄则讲遗失嘛吼，遗失去吼，还是对，我的。对，各有 lucky， 就是 drop 的意思吼，加伫遮哈。咱来看一下例句吼，写加漏就是你写的时阵去 missing 吼，比如讲写的时阵落一字落一段吼，叫做写加漏，加漏一字，就一字去 missing 吼，加漏进，即我就加漏进就是。落枕，那啥，讲落枕啊，加漏进啊，加漏进啊，加漏三芳，即我毋捌听过。后壁有规则讲，互东坡漏沟去，看一下日文版，加漏三芳，加漏落都是写加漏一字，加漏高哦。中文版迄个信网的版本无收的加漏高，就是遗漏啦吼。加漏高，水沟迄个沟吼，加漏进有吼，加漏落去，这嘛无收，加漏落去就是掉下来嘛吼。我即个可能吼，加漏三芳，我主要是要看即个加漏三芳吼，讲是马鲁达诺阿希达尼欧吉科姆元泰是啥物？马鲁达，我来查者马鲁达，马鲁达是 log test subject。马鲁科 log 就是迄种查库，一支查，一张树啊，比如讲直直的即种啊，锯落来就是一支查库吼，叫做 log 吼。啊，所以马鲁达就是 log 吼。啊，所以即只我咱来看觅加漏去，讲
查考诺阿希达尼奥基科姆，我看无介有呢。好，日本有诶，再甲咱小解一下，我真正看无介有。好，另外是东坡吼，东坡哈古勒鲁，伊讲是东坡绕高去，或东坡绕高去吼，掉队的吼，叫做加老三芳，我看毋对吼，毋是三是三吼，所以是加老三芳。OK， 安尼，所以伫 log 诶三芳三啊树，三啊树就是那敢若电脑条安尼一支一支、一张一张、直直长长嘛吼。啊三啊芳就是三啊树或者是三啊柴苦诶芳吼。加老三芳，就落伫即个三芳诶芳啊落去吼。加老三芳，啊伊。引申义就是讲，你甲你诶东坡绕高去吼，加老三芳。你着想讲，后伫咧杉树林内底，啊，你诶东坡行会使毋知走倒对去，因为伫咧即个三啊芳内底，毋知倒位无看会去吼，加老三芳，就是即个引申词就安尼吼。比如讲，你若要描述讲啊，你含一阵朋友去，结果。啥有朋友啥掉队啥无看诶人去吼，加老三芳，某物人啥加老三芳去吼。其实例句咱拢爱安尼想办法做句啦，无其实袂晓用，你敢若知影意思，你袂晓用，其实是问题啦吼。学一半尔啦吼。好，煞加老时间剩6分钟，得看一句尔吼。真先甲老母讲啥物呢？我拍毋见去啦呢，吼哦，我拍毋见去啦呢。即马台语你若讲台语，人无可能讲啊一字一字安尼讲啊，拢规个拢连起来吼。我甲拍毋见去啦，呢嘿，我拍毋见去啦呢，嘿。我们学台语才知影哈是三字哦。对，伊是拍毋见诶，毋是拍毋见尔吼，毋是两字尔吼。我读袂出来，嘿。所以拍毋见就是把该遗失啦吼，相反就是甲弄不见吼。你若讲要照每一字的意思讲，就弄不见，叫做拍毋见嘛吼。拍毋见，弄不见。对，我甲遗失去吼，遗失，然后我甲用无去啊，毋知走倒去啊吼，拍毋见。去啦呢，后壁当然是字尾助词啦吼，有去的助词吼。拍毋见去啊呢，嘿，你若讲我甲其实才有一个，因为伊的主词是我，你若讲我拍毋见，安尼看起来敢若是我无去吼，其实是伊个减省一字啦。我甲伊吼，恁甲讲两字，我甲伊拍毋见去啦呢，哦，迄修辞是某物件嘛，就是迄个一角韵嘛吼。我甲伊拍毋见啦呢，啊，大家会当佫减省讲啊，我甲拍毋见，就是伊无去，就我甲拍毋见啦呢。啊！你若要搁改成我拍毋见安尼，就伊讲头前含头前迄句做者看。我迄就是甲因仔母也讲啊，就真心甲老母讲，较完整上我甲伊拍毋见去啊，伊省略去嘛，连加嘛省略去啊，这是真心讲。好。就甲老母讲，我拍毋见安尼，当然，感性起来是咱知影头前后壁即个前后文知影讲伊拍毋见是啥物件啦。所以你若敢若讲一句讲我拍毋见安尼咧，你听到无啥啥，毋知你讲啥吼。爱前后文看才知影吼。好，咱今仔日我看还有4分钟，咱佫看一下吼。无拍算迄角云下伫回插落煞加老，真心甲老母讲，我拍毋见啦呢，我拍毋见去啦呢吼，去是过去式嘛吼，就是已经发生的吼，
伊只较固界吼，可能纯粹是完成性，较结构敢若吼。纯粹过去性的，嘿嘿嘿嘿，我拍毋记对吧？去吼。完成啊嘛，哦，你走去啊我想看嘛，台语内底会当做足侪句用即个气表达即个事态啦吼，用即个气吼。嘿，啊，我进前我今日才甲一个人讲，毋是我进前定来讲吼，台语讲一个人死去，迄足平常诶讲啊，某物人死去，无不敬诶意思啦，某物人死去啊，无不敬诶意思，这是台语伫咧。因为伊做一个民间咧使用的语言，伊无像迄种官话内底足侪迄种儒家所规定的，讲啊某物人才会当封，才会当死，才会当啥物吼，一堆无共的字来讲死即个词。但佮其实就是讲死去。加加你若要佮讲啊，个性吼，个性我捌听过，王星迄个足晏记的啊，迄可能是迄啥物。什么组织因个团体咧用的词啊吼，嘿，就是讲台语诚做一个足朴实的语言，其实讲死去就是死去，无迄个无尊敬的意思。嘿，你着讲死去就好，嘛是会使，无人讲你无尊敬啊，讲啊，阮老的迄年死去，阮老的5年前死去，绝对无不敬的意思嘛。确实就是阮老的5年前过身去吼，你嘛免讲过身，你着讲死去，大家拢听有嘛，知影你无迄个不敬的意思。所以死去、死去吼，死去写做汉字死去，是一个足正常的讲法。但是即嘛伫咧惯气讲华语的人，讲啊某人死掉了，当然迄白话死掉了，敢若足无尊敬吼。某人死去的时阵，你讲死去，其实是无迄个不敬的意思，你若用汉字安尼讲哈，但是伫华语一个，互儒家或者是官话，互儒家思想污染去，即个足严重的即个语言，就是有即种问题。你着爱用足侪来避讳吼，咱来等下查这书，应该是避讳吼，来避讳啦吼，华语个避讳，这是足莫名其妙，足阶级意识足重的，才会安尼吼。才有即种观念吼，啊，当然毋是讲台语无受到儒家影响，有足侪像什么友好即种，就是吼避讳吼，歹势我拄着读毋着吼，避讳吼，讳是迄个老讳迄个讳的音吼，避免同讳啦吼，避免讲和人用共一个词吼，比如讲皇帝叫做什么封吼，你着袂当叫做封，你死袂当叫做封，干那皇帝当叫做封吼。你是读好嘛？我并无知啦吼，迄种你无必要学啦吼。OK， 啊，所以即个气力我都是对气力来啦吼，就是表达，拄则马文讲的什么事态上什么已经发生的吼。马文你搁解释一下，我拄则你讲我无 OK。就是完成式啊，就是气啊。当然，死去就是过去式尔。啊，毋过伫即搭遮伊拍毋见是一个动作嘛，拍毋见气啦。所以我感觉我感觉伊即句是算完成式啦。毋是纯粹过去式，我会记感是啦。OK， 真正完全拍毋见。拍毋见。台语内底会当气来表达足侪动词的完成啦吼，死去嘛是相款吼，所以毋通避讳吼，毋通避讳讲我袂使讲死去。莫避讳即种物，也就是讲，我毋是讲，我目的毋是干那要叫你讲莫避，我目的是要叫你讲莫去学着华语内底迄种阶级意识所用的迄种避讳的观念，爱讲一定爱讲王生，一定爱讲个性，都袂当讲死去，死去自我自细汉所听着死去这字，绝对无任何的即种负面，无任何的看不起，无任何的负面。歹的意思伫内底，死去就是。你即马去查日语，你去查日文，你若学日文的人，你去学日文，相款，你看NHK 咧报新闻的时阵，某物人死去，无论即个人是文学家，什么家，还是一个演艺人员，拢叫做死去，有啥物袂当的？哦，对啊，叫死亡啊。对。
学台语，我为什么讲咱学的是台语，毋是闽南语？闽南语就踮咧就开始斟酌啊！哇，咱袂当讲死，咱讲啥有无？去死啦！恁着去死就对啊嘛吼！所以恁闽南语就做你去死袂要紧吼。台语是一个新观念，台语是一个进步的观念，台语是内底所有的内容拢是进步的，拢是新的，毋是拢是进步，拢是一个拍破较早迄种旧观念，尤其是足歹迄种观念，甲歹的摕掉，甲好的留住呢，叫做台语。这是我的观念，啥物叫做台语？这就是我的政治看法吼。我讲的是台语，这是我政治看法吼。OK， 所以迄寡啥物讲闽南语，做你去讲闽南语，恁兜的代志我无咧插恁吼。OK， 讲到遮，今仔日时间到遮，咱后回再来甲即段看煞了后，再来读啦吼，一字一字再来带读啊。大家来大家读一遍吼。今仔日足趣味啊吼，已经开始学着日语内底伫个对台语的影响，即种影响愈来愈少啊，愈来愈少啊吼。连幼稚园即嘛，大家拢袂晓讲啊吼。幼稚园是日语来吼，幼稚园啊吼。幼稚园变做幼稚园，到尾即嘛连幼稚园即个词都袂使用啊吼，即嘛拢叫做幼儿园嘛吼。而且马英九直接用公文纠正每一个人袂使叫做幼稚园咯，就是伫咧即个西南话即个步调，西南话即个骹步从来毋捌停过吼，因一直咧打即个骹步吼，啊所以呢，今仔日则讲你扑树啊，敢是要甲退无人机开路，连讲即句话都袂使，伊要甲你告吼，因为即句话违反要西南话迄种方向吼，所有要对西南导航的迄种西南话吼，拢是对的，拢是应该，拢是甲你拍谱啊，甲你学落的。啊，你若讲一句啊违反即个方向的，拢甲你电死死，要甲你拍甲死为止，甲你站在涂骹烂到互你爬袂起来。这就是西南人吼，这个 Republic of China 迄寡西南人吼。OK， 咱讲到遮，咱就开房。感谢，后摆再过来，拜拜，再会。拜拜。大家拜拜，大家。